坦教授搭飛機上落要爬地。佢原本係哲學教授，13年前因為車禍癱咗，雖然冇咗活動能力，但唔可以冇埋尊嚴，所以決定入稟控告達美航空公司。佢舊年7月由夏威夷飛麻省，上機前幾個禮拜已經同航空公司講明自己行動唔方便，要坐輪椅落機。航空公司都話冇問題，點知臨落機，空姐自話冇準備，幫佢唔到。結果佢唯有靠一對手爬出機艙，越過停機坪，至有輪椅坐啊！旁邊啲花生友全部翹埋手賴你，打去達美投訴，要佢哋 make sure 回程有設備幫佢上機。結果除咗俾張$100美金 coupon 佢 say sorry 之外，只係好體貼咁俾多張紙皮佢墊住爬上機，等佢唔使整污糟件衫。雖然達美後嚟送翻飛行里數補飛，不過教授佢收，仲入稟法庭要達美賠償佢身心受創嘅損失。其實美國當局規定喺冇登機橋嘅情況下，機場同載有31個或以上乘客嘅飛機要有斜台或升降台等等嘅設施，去照顧傷殘人士嘅需要。